睇期匯決算，今日嘉賓就有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永添 Martin 同我哋傾下嘅。Hello Martin， 係 Sabrina 你好。你好啊，咁啊市場都係睇住個油價方面啦。今日全日嘅焦點都係望住油價大舉衝破$100，早段升幅超過30%咁多啦，紐油都直逼$120嘅，都觸發環球市場啦對油價急升引發通脹嘅憂慮。咁見到環球金融市場方面都大跌啦。咁但係啦，嚟到亞洲午後時段呢，外電有消息話 G7 同埋國際能源署啦，就 IEA 啦，正係討論釋放緊急石油儲備去防止個油價急升嘅。今晚美股開市之前就會召開個會議㗎啦。見到國際油價升幅即刻回順翻啲，咁啊亞洲午後咧時間升幅大幅縮水嘅，咁啊紐油落翻100水平啦，升幅得翻呢就係1成幾左右，都連帶區內嘅主要股市跌幅都大為收窄啦。見到恒指跌幅嚟講都跌少一半啊。咁啊眼見啊油價大升啦，大國都可能聯手出招嘅。咁事實上喺上個禮拜五嘅時候都已經傳出話美國財政部可能喺個原油期貨市場嗰度有啲行動啦，而唔係增加翻個供應嘅。今日又有 G7 聯手 IEA 嘅消息啦，同埋消息之後嘅油價走勢係咪都證明增加供應先係最有效嘅方法呢？但係而家講緊個方案啦，緊急儲備大約2成半至到3成嘅儲備，即係講緊3至4億桶啦，即係有可能嘅方案。咁到底可以頂到幾耐呢？同埋始終解鈴還須繫鈴人啦。伊朗戰事方面一日未完，係咪即係對個油嘅衝擊都仲喺度？絕對係嘅，解鈴還須繫鈴人。其實最主要都係要咧今次嘅事件啦，呢個戰爭咧停止咧先至可以解決嘅。無論你放幾多儲備都好啦，其實對於而家個戰事嘅局勢緊張啦，環球嘅經濟、工業生產、原油嘅需求或者係一啲普通嘅民生嘅生活咧，都受到非常之大嘅影響。咁如果睇翻咧，就係話喺一啲儲備國家咧，其實最長即係最開博最耐嘅都係譬如中國啊、日本呢啲地方。但係如果你講緊東南亞嗰啲地方咧，其實係講緊咧少於係90日嘅。咁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能係2至30日嘅啫。咁如果佢哋嗰個戰爭一日都未完結嘅話，亦都冇原油補充嘅話咧，其實對於相關呢啲咁嘅國家個經濟咧係會出現一個停頓。民生咧亦都受到影響，因為以一啲即係發展中國家嚟講咧，好似印尼啊、印度呢啲，佢哋本身嗰個原油需求都好大嘅。咁如果喺今次你話係嗰個緊急儲備放翻出嚟都好啦，究竟會唔會惠及到去呢啲咁嘅地區可以有翻個原油供應，維持個經濟穩定或者民生咧？其實呢個咧，我相信咧就係話呢啲大國嘅儲備釋放出嚟咧，都去翻大國嘅啫。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冇乜作用。咁對於如果你話原油供應出現緊張嘅話咧，通脹一定係有問題㗎啦。咁甚至乎係工業亦都停頓。咁所以亦都見到啦，今日其實喺個消息上邊咧，可以明顯反映到嘅。譬如講緊就係話未有呢個美國可能喺開股票局之前就會有個緊急會議嘅話咧，其實見到咧區內特別係講緊美國期貨咧，其實都跌咗好多嘅。咁但係消息出咗嚟之後，都係講緊油嘅問題啦。跟住嗰個市場咧就穩定翻。咁但係最終結果，你話嗰個緊急儲備真係釋放咗出嚟都好啦。究竟可唔可以解決成個事件咧，令到個油價可以大幅回落翻、調整翻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可圈可點，證明咗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伊朗我哋講緊霍爾木茲海峽裏邊係即係叫做封鎖咗噶嘛。咁你一日嗰個原油供應都係斷咗嘅話咧，大家都係存在一個好大嘅擔心。咁所以我諗而家呢個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呢個戰事可唔可以盡快完結？咁如果睇翻油價個技術走勢啦，上個禮拜都仲問緊 Martin 你係即係有冇可能去到100啦？咁一個禮拜之後都已經見咗啦。而家喺呢個超過3年高位。咁上次油價咁升法咧，都要睇翻俄烏戰事啊。如果技術分析3年圖啦，120咧就個阻力位啦，而126嘅位置就上次個頂啦。咁 Martin 係咪下個目標就要睇到126啦？嗱，目標還目標啦，咁但係有目標就可以睇住先。但係我哋睇翻咧，如果俄烏戰爭嘅事件咧，當其時係第一次令到嗰個原油出現一個好大嘅緊張。咁但係隨着嗰個經濟啊，或者係一啲政策嘅調整之後咧，其實個油價都跌穿過去到70蚊嘅。咁跟住而家你第二次去到美國打伊朗呢次事件裏邊咧，又上翻上嚟。咁但係咪真係挑戰120咧？咁呢個亦都係要睇下今晚嘅一啲緊急會議啦，甚至乎 IEA 方面佢哋可以增產嘅情況如何啦。亦都最關心嘅就係話伊朗呢個戰爭會唔會喺短期裏邊出現一個停止？因為
講到就係話，如果可能有機會停戰或者真係重返談判桌嘅情況之下，可能未必會再繼續打仗咧，嗰個油價可能會急速回落翻嘅。咁所以如果嗰個戰線繼續升級，嗰個戰事嘅時間越長嘅話咧，要挑戰翻上次嘅高位係暫時唔難嘅嚇。咁所以咧，呢個亦都要睇下整體嘅個原油供應啦，同埋一啲緊急儲備點樣安排啦，甚至乎嗰個戰線嘅事件咧係點樣可以緩和或者係升級，去決定嗰個有關嘅方向。咁當然啦，120至到126係而家目前喺技術上睇到嘅一個阻力方向嘅。咁如果翻金融市場啦，如果淨係單純講緊個通脹憂慮，都唔會令到個市今日咁跌法啦。咁但係油價抽啦，啱啱又遇到上個禮拜五有非農數據公佈，差過預期。原本上個禮拜市場都係擔心通脹會升溫，就令到聯儲局呢個減息就會推遲啦。咁但係加上而家就業轉弱喎，而且個金融市場信心都脆弱啦，演變成一個滯脹嘅憂慮嘅。目前嚟睇啦，你覺得美國滯脹嘅風險有幾大？風險嘅滯脹咧係存在嘅。因為始終我哋講緊就係話，一有戰事嘅話咧，其實整體一啲物資啊，或者係能源方面嘅價格就會抽升㗎啦。對於民生啊，或者係生產各方面咧，都會受到一定嘅相對影響。咁啊，即係價已經減唔到㗎啦。咁通脹亦都會繼續發生。咁但係經濟亦都配合唔到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滯脹。咁呢個亦都係可能短期裏邊我哋見到或者預示會有滯脹。咁但係亦都係講一句就係話，究竟個戰事幾時完結咧？可能喺1個月之內完結嘅話咧，對於滯脹嘅風險亦都會減低嘅。而另一方面睇翻咧，就係話上個禮拜公佈嘅就業數字啦，其實係再上一個月開得比較漂亮嘅少少，可以13萬幾。咁而家都有9萬2嘅話咧，其實唔算差嘅。最重要就係見到失業率啦同平均時薪咧，其實都係一個保持一個比較好嘅情況。咁大家關心嘅就係話喺而家有個工資上升啦，通脹亦都可能維持一個高位水平咧。咁大家就會覺得聯儲局就未必會減息啦。咁時間亦都可能再進一步褪遲啦，加埋打仗。咁所以咧呢個情況係維持高息嘅話咧，亦都叫做控制到個通脹嘅。咁呢個滯脹嘅風險咧，暫時唔算係好大。咁但係都係嗰句，如果戰事係令到所有物價飆升、即係生產經濟停頓嘅話咧，咁呢個滯脹嘅風險咧，先至會繼續睇翻大嘅啫。咁戰事之下，美元都繼續強勢啦，又企翻上99水平，相信真係要企上100啦，都係個時間問題啊！咁喺其他非美貨幣啦，都一致弱勢之下，有冇啲咩建議俾投資者咧？而家係咪應該繼續轉投美元咧？暫時係講咧，就話見到嗰個局勢咧，喺譬如美國政府方面都講啦，就話可能要打4至6個禮拜嘅，咁即係話喺4至6個禮拜裏邊咧，未必會見到可能嗰個停戰嘅情況啦。咁所以就係話對於經濟拖垮嚟講咧，歐洲亦都係受到影響啦，其他嘅東南亞貨幣都受到影響，而資金亦都往翻去呢個美國嘅機會咧，亦都好大，因為你講緊就係話而家係美國出兵㗎嘛，咁佢嘅戰略儲備又多，跟住佢嗰個資金方面或者係一啲武器方面嘅使用咧，都係需要美金嘅，甚至乎可能有啲國家要幫翻美國買油，咁所以啲資金亦都會留翻去美國嗰邊會多啲。咁所以如果一日戰事未停止嘅話咧，嗰個美元方面咧係仍然有一個資金流入，所以受到支持。咁但係你話經濟數據公佈出嚟陸陸續續會唔會有啲變化咧？譬如我哋嚟緊會關心嘅就係美國公佈嘅 CPI 同 PPI，咁呢兩個數字亦都係關鍵嘅。如果 CPI 亦都係表示一個高漲嘅情況之下，而我哋推算呢個戰事咧係令到成個歐洲啊以至亞洲嘅經濟會拖垮，咁所以資金亦都可能會由呢個歐洲啊亞洲流翻入去美金。所以咧，我相信暫時嚟講咧，一日戰事未完嘅話，美金係仍然係有機會再向上試100以上嘅水平嘅。咁如果而家通脹升溫啦，對於過去大半年都處於一個通縮邊緣嘅中國嚟講，會唔會其實好事呢？內地今朝有公布過通脹數據嘅，都重上1字頭樓上啦。咁但係今次數據好大部分啦，就係因為有個農曆新年啦，有個季節性因素影響嘅。咁反而係個油價嘅問題都仲未反映啦。而美伊開戰以嚟都有唔少分析咧，就係話中國現時進口嘅原油大部分都係嚟自伊朗。咁同一時間啦，內地又有個油價調整機制咧，就係冇得隨便咁樣上調成品油價嘅。咁呢幾方因素影響之下，其實你到底點樣評估內地嚟緊個通脹表現咧？嗱，咁通脹可能會因應住而家嗰個原油價格啊，甚至乎係一啲工業用嘅產能方面嘅一啲金屬咧影響咧而上升嘅。通脹係存在嘅，咁但係個問題，呢個通脹咧係來自於喺呢個環球經濟出現一啲問題，或者係一啲政治嘅問題而影響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如果通脹係來自於經濟嘅增長咧，其實先係一個好事。咁
所以如果係因為戰爭或者係受到一啲外部因素影響嘅話咧，其實對於國內嗰個經濟係會有一個嚴重重創。加上就係話國內方面咧都要提供更加多嘅公共開支啊，或者係一啲補貼咧，先至可以維持經濟嘅穩定性。咁即係話佢哋亦都會有大量嘅支出啦。咁變相佢哋嘅財赤方面咧都可能受到影響。咁對於貨幣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個積弱嘅可能性嘅。咁亦都睇到呢幅圖嚟講咧，其實如果你回顧翻上年嘅3月啦，一度打後咧，其實都係通縮嘅，往往都係喺年尾臨近即係歲晚之前嗰幾個月咧，先至會有上升嘅啫。咁如果我哋夾雜而家咁嘅經濟環境因素，3月嚟講咧，我諗可能睇到上半年啦，即係6月啦，都會有一個經濟收縮嘅可能性喺度。咁所以加埋我頭先所講啦，公共開支會擴大啦，補貼亦都會增加啦，政府支出會多咗啦。其實對於人民幣咧係有個受壓嘅。咁如果再配合埋美金強勢嘅話咧，人民幣亦都會相對受到一啲壓力啦。短線嚟講係咪有機會都要見翻7嘅水平？如果短線嚟講嗰個情況越嚟越嚴重嘅話咧，係好大機會嘅。暫時嚟講啦，我諗6.95、6.97呢啲位置都係一個技術位置啦。咁即係頭先講嘅，如果係問題越加嚴重，見到可能中國方面要加大佢哋個一啲財政政策啊、貨幣政策嘅推動嘅話咧，咁就先至有機會咧就會向7算嗰邊發展嘅。咁好快問埋你啦。頭先都有提過東南亞方面國家其實受影響都深，尤其就係即係印度、印尼咁樣啦。其實今次擔心原油進口嘅問題係咪仲嚴重過上次俄烏嘅情況？一定會㗎啦，因為始終咧而家講緊咧呢啲東南亞，我哋講緊差唔多6至7成咧都係入呢個伊朗、中東油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個霍爾木茲海峽已經被中斷，見到嗰個原油供應咧越嚟越係困難嘅話咧，基本上佢哋要承受嗰個經濟困難嘅處境啦，同埋嗰個原油嘅使用嘅情況咧，都會係有個好大嘅影響嘅。如果講到可能相關地區都有一個叫做工業用嘅生產停頓嘅話咧，咁即係話即係將佢哋成個亞太區嘅經濟咧都拖垮咗。咁所以對於呢啲貨幣嚟講咧，係受到一個直接比較大嘅牽連嘅。